咱台灣的選手呢，佇咧東京奧運、巴黎奧運替台灣摕到真好的成績。弘道基金會董事長林弘道決定家己摕錢出來，頒發5000萬的獎金予這運動選手。運動部長李陽雖然無法度來到現場，不過伊也答文表示講，要把這金牌所摕到的1000萬獎金全部捐予公益團體。把奧運金牌的獎金新台幣1000萬元。也就咱選手郭婞淳得到奧運獎金1000萬，羽毛球選手王澤林、佮無勝負金牌林玉婷攏有1000萬獎金。運動部長李陽因為公務在身無到現場，不過伊也佇面冊發文表示，要把1000萬獎金全部捐予公益團體。佮講一路以來有國家企業的栽培，才會當徛起奧運的頒獎台。如今佮較重視的是運動制度和環境，所以決定把這筆獎金捐予社會佮較需要的所在。來，謝謝念青。弘道基金會董事長林弘道以基金會名義，家己提錢出來，發2022年東京奧運和2024年巴黎奧運的獎金，金牌1000萬，銀牌200萬，銅牌100萬，攏總發出5000萬。我一直很希望我們的體育能夠在國際體壇上面站上 top 10%。台頂這台灣選手攏是替台灣為國爭光的運動員，接落來要繼續替亞運做準備，為家己為國家爭取好成績。重點就是6月6號的這個亞運的決選，對，然後選上了就是亞運。之後自己可以再爭取更多的好成績，然後為國爭光。那希望說在亞運前的比賽可以藉由很多比賽，然後去找尋到自己跟相姐更多的不足的地方，然後希望在亞運的時候有好的表現。弘道基金會在記者會上也表示，未來會計劃對2026年開始會統一獎金的機制，希望透過獎金來培養台灣的精英選手，做選手的靠山。記者陳亞選林旭凱台北報道。